区里头，我们有一个福气号是跳岛的一个小旅，可是没有直接到澎湖，你就必须仰仗，有时候到布袋去，有时候到高雄去搭邮轮才能直接到澎湖。未来这边弄完之后呢，那这个地方就会直接到澎湖去。我们这次的浮动码头的部分，包括游艇、渔船都可以直接来这边，就有效能的去做处理。过去的浮动码头状况比较不好，那大概只容纳40台，那这边可以容纳60台，又比较新颖。配合整个将军渔港的部分，我们这边也做一些规划。我们会希望把土地变更完之后，包括旅宿业可以进来，包括一些那个观光旅游业可以进来，那可以活络这个地方。所以从土地解编到渔港的整治，都是希望说将军港未来能够，不要只是封闭性的一个小渔村的渔港，变成一个大开大合观光性的渔港这样。因为去年的这个风灾导致我们原来这里有2座浮动码头就都被摧毁了，所以我们有去跟中央去争取经费，来做了3座这个码头。第一个是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一些渔业的活动能够持续进行。那第二个是因为这个码头变成是它是浮动式的，所以它可以不受潮汐的影响，让我们渔民要上下这一些货物能够比较顺利。第三个是其实它整个的稳定性及它的抗浪性做比之前的码头更好，提供更安全，整个比较美观，这样子对于我们港区的环境改善也是有注意的。从将军港到澎湖的锁港是最近的海运距离，所以要到澎湖本岛或是澎湖的南方四岛，从将军港出发是一个最短航线的一个港口。一个交通船的开通，可以带来一些游客驻足在当地来做消费。以后规划就是夏季每天最少1个班次，冬季视海象状况行驶。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剪彩。大家知道这个浮动码头其实在有潮差的地方，浮动码头最好用。那我们将军渔港离澎湖啦，或离一些外岛，其实都非常方便。所以呢，我们很期待这个浮动码头将来能够再重新打造将军成为一个旅游观光的景点，就像安平一样。非常感谢水利署这个水资源署南区分署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补助了8400万。能够让这个浮动码头工程呢得以顺利。我们每年在将军港渔港这边有将军吼，但是除了将军吼之外，我们有更多地方观光活动即将展开，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将军。而且连城周边，包括北门的真亚咖，还有包括将军的生命树，还有包括七股的西湖，这一连串都有非常多的景点值得你来。所以你只要来将军，那很多地方都是一连串的玩的休闲娱乐都非常方便，欢迎大家一起来将军渔港哦。大家好，我是杨春华，欢迎收看7月14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配合着军炮兵训练指挥部迁建关庙唐山营区，国防部摕出6.17亿，由台南市政府代办的第3条联外道路，经过3天时间，14号正式通车。新道路除了提升国军训练甲运输效率，也改善地方交通，创造双赢。炮后关庙唐山营区搁添联外道路，台南市长黄伟綽带领各界人士上香，感谢神明庇佑。3、2、1，请剪。在地方乡亲的见证之下，正式剪彩通车。这是第3条联外道路，全长7.8公里，其中4.9公里对原本3米拓宽到8米，新开辟路段有2.9公里，对112年4月份开工，今年4月底提前完工。把这个交通的动脉打开了之后这个官兵的进出交通，还有物资的输送输运。以及这个居民的
这个连外道路都非常帮助。国防部投资6.17亿改善地方道路品质，让居民真正感受到前后差别相当的大。唔但完善野区连外交通网络，也同步强化农产运输机能以及行车安全，为关庙地区发展助力新动能，创造双赢。我们台南市在炮校迁移的时候，也协力国防部，一方面做好这个土地重划，一方面支付国防部刚年初支付了将近97亿的资金，能够来挹注这个国防部的基金，那也能够让炮校的迁移能够更顺利。炮训部迁建是地方当年基台重要建设，新的野区有更完善的训练空间甲现代化设施，提供优质教学环境。市府未来将持续甲军方合作，完善周边交通以及基础建设，兼顾国防需求甲地方发展。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财政部南区国税局为着落实对开发票到领奖专程无作法，对今日开始举办宣导活动，借着设计活动网站，鼓励民众使用财政部统一发票 APP， 这次16000个奖项，总金额高达215万。为鼓励民众下载并且使用财政部统一发票对奖的 APP， 财政部国税局特别寄出总奖额215万的好礼。对今年的7月14到9月30推出4大好康，民众只要下载或者是更新新版的统一发票对奖的 APP， 耍游戏、逛发票，就用来摕到好礼。总奖项有16000个。发票从开立到领奖全程无纸化，财政部举办了云端新世界环保享便利活动。活动期间从115年7月14号上午10点到9月30号的下午6点，那总奖额有215万元，总奖项有16000个。那活动项目有参加拿好礼，那第一梯次在今天的上午10点，你只要在注册成功，然后你前2000名，你就可以领取电子咖啡券，然后还有捐发票。如果你没有抢到电子咖啡券的话，你还可以捐发票送好礼。你只要单次捐赠10张云端发票，每张消费金额在10元以上，就可获得100元的电子礼券。那我们还有任务积分英雄榜的活动，只要你储存云端发票，载具归户，设定领奖账户。注税影片，还有针对我们兑奖新版兑奖 APP 使用的满意度问卷，还有你推荐好友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的话，都可以获得积分。那前2000名的话，可以获得500到2000元的电子礼券。这项活动对今日开始，民众只要注册活动会员，就能得到电子的咖啡券，总共有8000个名额，分4梯出。第一天7月14，如果未付申请，还有7月27、8月17、甲9月14，每天2000分。另外，还有环保绿电加码送，甲着任务积分的英雄榜顶。民众只要完成欠分段的发票、载具的归户、设定领奖的效号、观赏租税影片等任务，相关2000名，还可用得到电子的礼券。台南新闻林永根采访报道。台江流血学士故事展今年展览已经迈入第5档，这届以环境守护者为主题，有11间学校共同参展。为伫台江文化中心3楼艺廊所展出的台江流血学士故事展，真侪专题研究的主题甲创作拢是延续的。今年来到第5档，以环境守护者的精彩案例，要甲大家互相交流。包括社区大学、台江分校，总共有11间学校参展。其中海淀国小小台江将对贝克斯盐草彻底保育的忧心，甲所发起的建议，嘛得到台江国家公园甲第6河川分署的肯定甲支持。有些植物它是会扎根的，然后它们扎根扎越多，它的栖地就是越来越小，然后呢，造成说它的数量又减少。然后第一回我们主要做的地方就是踏查，然后去先做一个了解，去看它适合什么样的栖地，然后要怎么富裕。贝克斯盐草的足迹，或者是有一些无障碍坡道等等，我想这个都有实现的机会。
我们可能会在这一区去营造，把诗词、把贝克斯岩草的解说，利用学生的一个创意来增加这边的丰富性跟解说性。面对每一件作品，拢是学生亲自勘察、团队合作研究，佮亲手实做的创作，拢好济校长出席来鼓励迄款用心守护在地力量。因做模啊，做模型，提出因的小论文，而且个探讨，提供因的看法、未来远景，互咱的公部门、互咱成人来参考，共同三代人老中少，透过这个研究的精神，透过探索的精神，透过实作的精神，共同来营造一个生态、文化、健康的台江的新城市。该展览对今仔开始一直到8月10号，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2026第73届展文水库马拉松将伫咧12月13日日开跑，赛事目前已经正式开放报名。台南市政府邀请全国跑友来挑战全台历史上久的水库马拉松，感受台南山区的自然景观甲人文魅力。创办在1983年的展文水库马拉松，今年迈入第43届。不仅是台湾历史上悠久的马拉松赛事，更是真侪跑者心目中的经典指标。赛事采全程封闭道路来规划，为南区水资源分署来起跑，沿途经过展文3号桥、溪畔游戏区、水库坝顶以及展文之眼等知名景点。跑者会当伫无车干扰、安全舒适的环境中路跑，欣赏展文水库壮丽的景色，也互每一步拢成为难忘的回忆。3、2、1，来，加油！21.3K 的。台南市体育局表示，展文水库马拉松不只是路跑比赛，更是推广运动观光的重要平台。今年补给站除了有准备冬季的新鲜水果，也结合台南在地小农来设档，和跑者伫咧挑战自我的同时，嘛会当品尝到台南优质农特产品，感受浓浓的人情味。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八宝丸仔是台南办桌的经典手路菜，也不过因为伤过高工，即马愈来愈侪人愿意做。其中唯一咧台南安南区知名传统办桌的老店，就以即人手做八宝丸仔成为热销的招牌。暑假期间一届大概拢会制作200多公斤，现包现煎来满足人客需求，也不过是供不应求。大家狂敲碗点购率破表的八宝丸终于回归。新福隆海鲜餐厅这家台南知名传统办桌的老字号，为了传承这道功夫菜，也是早期被视为富贵人家的山珍海味，以职人手作的精神，真材实料的大块食肉、鲜虾与花枝姜的奢华内馅，搭配独家配方，并坚持用古早蛛网纱来手工包裹，相当费功夫。我们里面有包新鲜的虾子啊，花枝姜、花枝饺，就是要增加它的咬劲啊。因为虾子啊也是很重要，因为就是怕说里面会有那个发粉的，我们都是用新鲜的啊。外面的那个八宝丸他们都是用肉下去包啊，甚至现在有的人以为伊较简单跟较紧的，因就是做咧包芒菜，其实包芒菜是一个功夫菜啊。这个少年人他不爱做这个古早味啊，所以近期因为是第2代阮长辈有叫阮一定爱把这个古早味流传下来。为迎合消费者送礼自用的需求，暑假期间餐厅一次大概都会制作200多公斤，动员外汇厨师用高温油炸，外皮呈现金黄色酥脆无比，内馅则是软 Q 饱满多汁的口感。厨师们赶工，消费者还是秒杀，供不应求。愈食愈好食，愈
厝内底，拢我买讲吼，老板娘老家囝女儿我讲哦，那一个阿姨减买挂啦，伊会开始，我讲只要你是好食，我拢甲伊塞出去。所以人客拢是一寡。食习惯的，因感觉无加贵，感觉物件是食品质、食身体健康。啊，你物件一直传承到今遮侪，当这足侪人就是拢北部拢叫阮的囝去做送礼，啊，所以阮就尾仔推出就有一个礼盒室，安尼送。2位新芙蓉餐厅的幕后功臣延续传统，坚持自己不要吃的不能给客人的信念，加上选购大成油品，不回锅油炸。虽然东西可能比别人贵一点，但用料绝对实在，也让民众在家就能享受经典半桌菜。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台南湾里保安宫迎来24档一届建筑大典，最后的重头戏平安示警也登场，将近80番的顶头轮番表演，当中还有元宵节才会出现的炸邯郸，相当神奇。台南知名百官团体青基社水族镇相隔43档，佮举办绕境，是家庭界的一大盛事。肉身邯郸爷站得直挺挺，接受鞭炮洗礼，元宵节才会出现的炸邯郸，竟然在湾里保安宫的建教平安绕境中看到。整齐划一的步伐，精彩的操枪技术，受年轻人喜爱的汉光乐仪队也来了。24年才一次，各有公庙都来相挺，将近80番的阵头轮番表演，让围观民众看得相当过瘾。镜头转回市区。小朋友装扮成海底龙宫的角色，模样相当可爱。台南知名北馆青旗社将43年不见的水族镇搬出来，举办龙宫物语绕境活动。我扮演的是龟丞相，霸气又有那种欣赏的感觉。故事主轴为龟丞相出游巧遇棒精，面对龟丞相不断骚扰，棒精用大蚌壳夹住龟丞相的头部，让龟丞相痛得想要挣脱，四脚朝天在地上打滚，画面相当有趣。台湾第一团水族镇是从青旗社创立，利用歌仔戏的道具和表演方式，加上评剧北管的演奏，早期在庙会中相当抢手，不过仍然不敌大环境，逐渐没落。大概筹划了大概3-4年，才有现在这个状态。推倡就是说，尽量不要让这种传统艺术就断层。对，我们就是想要把它就继续再流传下去，这样。水族镇因成员年龄渐长导致断层，如今决定重新复团发扬光大，是艺政界的一大盛事。不过在少子化的状况下，这项技艺依然不外传，以亲戚朋友家的小朋友为主。记者收海滩的报道。2026桃园国际动漫大典伫咧中原文创园区登场，结合漫画、游戏、cosplay 以及互动科技，打造虚实的体验空间。桃园国际动漫大展在中原文创园区盛大登场，以侠义漫心为主题，结合漫画、动画、游戏、角色扮演跟互动科技，打造横跨虚实的动漫体验空间。规划3大主题展区及 coser 见面会、手作 DIY 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属于动漫迷的夏日江湖。我们今年的桃园动漫大展这个以所谓的侠义为主题因为我们都知道漫画的主题类型非常的多所以今年特别以侠义为主题。那么选择的呢，包括日漫、港漫还有台漫里面呢各种侠义主题的这个类型，可以说非常的丰富。那我们这次当然在整个动漫大展的期间，也办理非常多的这个动漫周边的活动。那么包括我们有cosplay 的比赛那么也有 cosplay 的摄影比赛，然后呢也有舞台的各种表演包括这个动漫歌曲的、动漫舞蹈的各种类型的这个表演都非常的丰富。那欢迎大家在这3个礼拜的假日呢，能够到中原文创园区来参观我们的动漫大展。幕
墨基漫院堂漫画区集结国内外14位重量级漫画家作品跟珍贵手稿，画影流云阁动画区串联动画经典，重温不同世代的共同动漫回忆。而沉浸式互动展区闯关50方，融合了 VR 体感游戏、cosplay、实境角色扮演等多元内容，打造大型游戏修炼场的互动空间，其中也包含了桃园漫画人才培育计划的成果展示。我们搭配我们每年做动漫人才培训计划，那也都有帮他们选出优胜的这个作品，然后也帮我出版。同时呢，优胜作品的这些漫画家，我们也在这次动漫大展当中有一个专区，把他们做展示希望能够推广这些新锐漫画家，让更多人能够知道。动漫的珍贵就在于独特的原创。桃园副市长苏俊斌致辞时也分享，他认为 AI 与原创文化的相互影响 ，AI 并不会取代创作，反而原创才是 AI 时代的根基。AI 不会创造 ，AI 只会很厉害的从你们的作品，从大家的累积里面，用很快速的方法产生新的东西。但是 AI 不会从无到有。换言之是，如果我们因为 AI 很方便而放弃了，而失去了大家从无到有的那一份创造的精神，未来我们的文化会越来越枯竭，最后只是在同一个池塘里面不断的改变，已经没有长出新的元素跟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原创的市场，让我们持续愿意创作的人能够有更好的养分。2026桃园国际动漫大展以侠义漫心为主题，从即日起到7月19号在中原文创园区登场，有各种动静态展览跟表演活动，更首度推出大型手机实境解谜活动，邀请大家化身江湖侠客，破解重重谜团，还完成挑战，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好礼，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动漫与侠义的世界。记者赖伟一台报道。宝可梦30周年亚洲庆典台北站，伫咧今年10月10号开始热烈登场，结合路跑、快闪店、甲手机游戏联动，要甲整个台北市变做超级冒险乐园。宝可梦30周年亚洲庆典台北站将在今年10月10号起热闹登场，活动结合舞台演出、路跑、快闪店和手机游戏联动。除了有大家最期待的皮卡丘与宝可梦大游行、近距离见面会，还打造了免费入场的嘉年华特区。同时也有全台首发的30周年专属限定商品，还会帮手游和卡牌玩家准备好玩的实体比赛与独家虚宝好礼。然后当然我们会有很多有趣的内容，跟有很多 offline 的一些 activity， 包括社群的活动。但是今天不能透露太多，然后麻烦大家要去我们的 social 跟我们的 blog 之后再看详情。但是10月份可能有一点点晚的话，其实我想讲一下 Pokemon Go， 我们在7月份的一个重要的亮点。我们可能玩家、训练家都知道，我们7月份11、12号是我们 Global 的 Pokemon Go Fest， 然后请大家就是因为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event， 这一次我们是一个免费的参与，跟大家，然后你们带来很多家人朋友一起挑战，我们会有我们的 Sugar Medal Raid Battle， 跟很重要的在我后面。超级厉害的超萌 X 跟超级超萌 Y， 然后因为他们太厉害了，真的要带很多人一起挑战他们。然后其实同时间7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看到我们中山地铁站跟新中山线行公园那边已经有一些installation 发生。然后如果大家可以有空的话，可以来这边打卡。这个合作是跟台北捷运站合作的，所以谢谢台北捷运，也谢谢市长支持。然后我们再讲8月份，8月份其实也是一个10周年的回顾，我们会在大安心灵公园的捷运站那边会有一个10周年的回顾展。然后这个10周年回顾展是 Pokemon Go 跟你们的台湾的训练家
的回忆。宝可梦游戏动画里面，皮卡丘就决定是你了，或者是火箭队所讲，哇，好讨厌的感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台词，也是许多朋友共同的回忆。30年前，1996年，不管是一开始从 Nintendo Game Boy 的首款游戏，到后来的动画牌卡，都吸引很多好朋友的热爱。当然，后来在 Pokemon Go 开始实体抓宝，也确实造成了轰动。我还有印象，当时在北投公园吸引大量的人潮。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台北市和亚洲几个主要城市成为5大城市 Pokemon 30周年限定活动的主办城市。那当然最重要，在10月11号、10号、11号年假的期间，我们就在香堤广场举办宝可梦大游行，限定商品的特卖以及快闪的展演活动。所以欢迎所有大朋友、小朋友，来自各地的朋友，我相信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家训练家，一起前来到这座城市。所以市府非常荣幸成为主办城市，也会给予各方的行政协助。另外 ，Pokemon Go 刚刚也有介绍，7月11、12号在我们捷运中山站以及新中山县立公园已经布置了各项主题装置，所以已经有很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到我们新中山，开始打卡、拍照，留下好美好的回忆。那同时，台北市借由这样的机会，我们跟许多重要的伙伴合作，希望能够也带动整体的观光。好，所以同时不只是跟 The Pokemon Company、Pokemon Go， 不管是我们的观传局、我们的北捷，讲到北捷，刚好今天开始，说 Apple 使用者用 iPhone 可以黑屏过闸，我们也希望给所有前来这座城市的国际朋友都能有更好的旅游体验。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不同色彩的皮卡丘，台北场专属的粉色皮卡丘也会公开亮相，并且坐落于大街小巷的皮卡丘打卡拍照景点也同步登场，让宝可梦迷在各种意想不到的角落相遇，带着冒险之心尽情探索。记者温俊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1、2、3、4、5、6、7、8。1、2、3、4、5、6、7、8。3、2、3、4、5、6。同样的事一直重复做，身体会产生记忆，成为习惯哦。7、8。我也爬快不起耶。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
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